你好啊，今日咧係2026年嘅8月21號啊，咁啊想同大家講下啲財經新聞嘅解讀。咁第一個咧就係講收飛嘅新盤王啦。咁西南九龍長沙灣嘅傲景咧就攞到幾多飛咧？就攞到46,000飛。咁啊，比上年咧2026年嘅1月。西貢嘅14鄉 Sierra C 42,500飛，再之前另外一期42,330飛咧，仲要多成2000幾飛。跟住再數上去咧，就係講緊23年8月長實嘅油塘親海站嗰陣咧就有38,000飛，跟住再上咧就係2025年啦，即係賣第一期嘅新地14鄉 Sierra C 嗰陣有37,300飛，咁呢個咧就係歷年5大嘅首輪嘅票王。咁匯帶啦，2025年嘅4月啦，咁新地咧就推出Sierra C 啦，咁好多人咧就睇唔好，又話呢個盤遠，又話呢一個地方隔涉，又話呢個樓價貴，睇唔好，又改埋啲名叫做死啊死啊，有好多唔同嘅 KOL 咧都講呢個盤唔得啦。咁但係賺得最多錢嘅樓花嘅盤咧，我諗就係呢一個盤。咁有好多人買咗呢個盤咧，起碼都賺成2成或者係以上。咁呢一個令到坊間咧就係大跌眼鏡。咁好多人就係因為用感覺啦，就係去判斷嗰個事情。用感覺去判斷嗰件事嘅時候咧，其實就好大件事，因為你去用感覺去感受啦，同真真正正嗰個市場環境咧係兩回事。咁你要去，除非你真係要去好多唔同嘅地方去睇啦，即係無論高端嘅地方、中等嘅地方，一啲普羅大眾嘅地方，你去感受。咁其實你會感覺到唔同嘅嘢。你去一啲平民區，你會覺得啊，點解好似好個感覺好唔好，好似生活喺水深火熱之中。咁如果你去啲好高級嘅地方，我哋係覺得好似天堂咁樣。咁尋日自己因為有啲商務嘅原因咧，就去咗九龍站 W Hotel 去開會啦。咁喺嗰個 lobby lounge 啊，嗰個 coffee shop 裏面睇到嘅人多到不得了，嗰個 coffee shop 係爆晒棚，冇位。有好多內地人係落嚟去旅遊啦，一家大細啦。咁除此之外咧，就有好多商務嘅活動會議喺度傾。咁因為去 W Hotel 之前，又去咗圓方嘅叫做 Starbucks 啦。咁 Starbucks 又係爆到九彩。咁隔離身邊咧，有好多都係講緊普通話。咁見到佢哋圍埋一堆，咁傾，即係佢哋傾得大聲少少，又係傾一啲叫做金融嘅話題，點樣去做 IPO，或者係點樣去通過香港呢一個平台，去透過一啲叫做成立一啲基金去募錢集資，有啲話投去國外嘅外國嘅產業園咁樣。論種種乜都有。咁呢一個咧就係自己嘅親身去體驗啦，因為自己乜嘢地方都會去，深水埗自己又會去行過。咁你又會見到又有啲情形有好多鋪頭民生鋪又俾一啲好平嘅，譬如係深水埗嗰個電子特賣城淘拖拖嗰啲搶走咗生意，令到吉鋪又多咗。但係你又喺最繁華嘅地方，又睇到有好多人喺香港討論未來嗰個發展嘅商機。究竟係
乜嘢世界呢？即係話其實好多時候呢，兩樣嘢係並存，尤其是而家係講緊一個叫做畸形嘅社會啦。畸形嘅社會就係出現咁嘅嘢。咁即係以前都有歌仔唱啦，即係知否世事常變啦，變幻原是永恆。香港其實喺過去嗰幾十年，即係我自己由以前小學讀嗰個科目有一個叫做社會，跟住讀喺80年代初讀中四有一科叫 EPA Economics and Public Affairs， 都睇到香港係經歷一個轉變。香港以前你講緊70年代，香港先至有叫做集裝箱，即係 container 貨櫃。呢個貨櫃亦都令到香港一個好大嘅改變。咁以前去運輸嘅時候冇呢一啲叫做集裝箱，咁好多貨咧係一包一包啊，一個網啊咁樣走去運，咁啊非常之唔叫做冇效率嘅效益。咁自從有咗集裝箱之後，就會令到香港嗰個航運啦係好啦，同埋第二，香港亦都作為一個嘅叫做轉口港。內地嘅港口唔發達，同埋內地冇嗰個加入咗 WTO， 咁好多時候咧都要經過香港。香港因為係 WTO 嘅成員，佢哋有配額，佢要落嚟香港釘一釘個 label 咧，先至運出去咧，就嗰個攞到嗰個配額。咁所以香港以前發嗰啲就係攞到 quota 嘅叫做服裝公司，即係好似麗新啊呢啲公司咧，佢哋咧就賺好多呢啲配額嘅錢。咁呢啲的而且確亦都係發生咗嘅嘢。跟住就慢慢90年代由一個轉口港 entry port 又變成一個金融中心，有內地嘅國企嚟港上市。因為同幾日前相關啦，朱鎔基做總理嘅時候一定要改革啦，將一啲國企將佢私營化，亦都將一啲叫做要啲工人下崗啊，精簡個架構啊，再去提高嗰個產能啊。咁呢啲香港亦都係受惠。到今天，而家香港又進行另外一個轉型啦。個轉型係咩咧？可能就係跟翻成國家一個最大嘅政策啦。個最大嘅政策就係話，香港仍然都可以作為中國嘅一個金融中心嘅服務點啦。同埋而家我哋係用一個產業去帶動經濟發展嘅時代。咁你睇下早前喺內地上市嘅長鑫科技啊，唔記得河南定係湖南嗰個政府咧，就係用產業啦投咗落去長鑫科技啦，令到佢有豐厚嘅回報。咁香港咧要配合內地咧，其實都係會做翻同樣嘅嘢。咁好大程度咧，又係會有一啲技術嘅轉移啦。會喺香港去做生產，去做銷售俾其他地方，因為香港都會被視為一個中立嘅地方啦。咁就有可能會引進其他外國嘅叫做合作方啦。咁有外國嘅合作方又喺香港去生產，令到佢安心嘅時候，咁監測到冇擺到一啲 AI 喺後面有後台嘅監視啊，令到佢哋放心嘅時候，外國咧就會係使用。咁呢一個咧喺北部都會區咧，而家就係做緊呢一啲叫做產業嘅部署啦。咁有機會咧令到再推香港咧成為一個新嘅台階。咁
呢個係我自己相信嘅嘢，但係好多人唔信嘅嘢嘅時候咧，就覺得呢樣嘢咧係唔可能發展。咁我都係講翻嗰個叫做你睇到做出乜嘢成績，咁你信唔信嗰樣事實咯？有好多人會淨係口講到自己天花龍鳳，有幾威有幾威。咁我都係講一樣嘢啦，你有冇叫做track record 啦？你過往嘅記錄係唔係可以支撐得到你講呢番説話咧？咁我覺得中國係絕對有呢一個話語權咧，係講呢句説話。你睇翻譬如尋日講緊一啲火箭飛上去，可以落翻地下回收啊！一個火箭飛上去，好似個腳架咁樣撐開腳架，可以落翻落地。跟住再上個月之前，就另外一間射火箭長征射上去，個火箭落嚟咧就用一個網去回收。咁呢個咧就係追貼咗美國 SpaceX 嘅嗰個技術。咁如果呢樣嘢係可以商用化嘅時候，即係話中國係可以用一個好低嘅價錢咧，就係去佈局嗰個衛星網。咁呢啲係真真正正一啲產業係出到嚟，譬如係講緊之前講嗰啲晶片啦，晶片你荷蘭嗰啲光刻機唔賣俾中國。咁咪中國自己研發去製部光刻機咯。跟住之前你外國唔俾技術去做一個叫做鑽地嘅巨型嘅機械設備，中國咪自己研發咯。咁呢啲林林總總嘅嘢都表現得到啦。睇翻嗰啲產業，而家全球嘅電動車中國就最厲害啦。咁而家中國仲要去搶埋日本 K 卡嗰個市場，跟住機械人呢一兩年又係突飛猛進，全球出貨量又係最高係佢。咁你就知道呢啲唔係空口講白話咯。咁尋日同另一個朋友都傾，咁喺市場度啦，有一個人咧就成日都講自己係一個好叻嘅大師。咁又話自己係一個超級嘅顧問啊，中原地產嘅施先生咧都要請教佢，跟住有好多嘅房地產公司咧都係佢教出嚟嘅。咁自己我聽完就得啖笑啦，因為呢個人我自己都認識。咁其實中原嗰啲房地產高層已經講嘅話，如果佢再係咁講咧，中原就會係告佢啊，即係告佢誹謗。我話最簡單。我自己識阿施先生，施先生自己有時都會 call 我出嚟去食飯，單對單去飲茶。自己有幫中原地產、利嘉閣去做培訓，我都唔會講話自己去教佢哋嘢，唔會啦。有咁多嘢，10年前喺中原房地產annual dinner，我都坐第2嘅 head table。咁我都唔會講呢啲説話。你一個人一幅相都冇，又冇乜嘢嘅 title，你自己走去自吹自擂去咁厲害。咁我同個朋友講，你嘅社會地位，你嘅嘢其實就反映咗你究竟係真啦定係假咯。咁同樣道理啦，呢一個叫做中國有咁多亮麗嘅成績表，咁我覺得喺香港喺北部都會區去發展產業，我覺得喺中國嗰個佈局裏面咧，其實佢係需要呢一個拼圖作為佢其中一個工具咯。咁我唔會覺得佢唔得咯。咁如果你覺得佢唔得嘅，中國唔會喺短短幾十年之間發展到去呢個地步咯。咁但係好坦白講，呢個一定係一個畸形嘅社會。呢個社會如果你喺香港凸顯得
到你有嗰個價值，係會俾到一個高嘅日價俾你。咁如果你冇嘅咁嘅時候咧，你就真係好辛苦，因為呢一個係一個超級嘅金融城市，就係咁樣。咁早前咧，其實亦都有報道，就係講緊嗰個叫做失業率啦。咁個失業率咧，就係講緊有啲叫做變化啦。嗰個失業率咧，有幾個板塊咧就係增加嘅，一個咧就運輸。7月就多咗0.3%，零售又多咗0.3%係失業，餐飲及服務活動咧就多咗0.2%，樓房裝修、修葺保養就多咗0.1%。調翻轉頭啦，地基同埋上蓋工程咧就改善啦，嗰個失業率咧就跌咗0.3%。咁即係房地產嘅改善，第一波受惠嘅咧就係地基啊，同埋做上蓋工程嘅人。咁我諗慢慢會嚟咯。地基工程啊、上蓋係好嘅時候咧，之後咧就係講緊多買樓好轉啊、樓房裝修啊、修葺嗰啲咧就會係好。咁喺嗰個時代嗰個淘汰零售啊，或者係餐飲業嗰個轉型咧，係會作出改變。咁早陣子亦都有呢一個叫做廟街啦，有一個做煲仔飯嘅老闆啦，就講啦，佢出3萬蚊人工都請唔到人去做煮呢啲煲仔飯，因為嗰個環境非常之惡劣啊！因為你係用炭爐去煲，又要睇住咁多煲，真係大煲啦。跟住個環境又高溫，又咁多人食，又一個叫做追求速度。咁佢話出到3萬蚊都請唔到人，咁後生仔又唔會入行嘅，因為辛苦。早上個星期亦都同一個喺地盤，即係佢淨係做嗰啲噴漿嗰啲工程，一年都做2億嘅工程，佢就話都冇新人，即係啲新人入行好少咯。而家大部分喺工地做嗰啲50幾歲、60幾歲嘅。咁工地超過70歲，佢都唔俾你入地盤啦。咁嗰個人咧就會係越嚟越少，唯有靠嗰個點樣去想辦法咧，就係喺嗰個施工方法裡面去改啦。即係講緊用多啲叫做預製件啦，呢個去做咯。咁呢個就係講緊現時發展嘅嘢。咁第二個想講嘅咧就係講緊美元。咁現在有好多人就會講美金，即係嗰個叫做美債啊。美債嗰個突破嗰個叫做嗰個債嘅總嘅借嘅錢啦，又突破咗啦。跟住講緊嗰個叫做利息，即係每一年要還嘅利息又突破咗，咁就擔心咧美元嗰個受重視程度啦，或者係會爆破。咁我覺得係機率細啦，咁我唔可以話接近冇可能嘅，其實都接近冇可能，因為佢一爆破，咁世界仲有邊一個貨幣係可以取代美元，可以做全球嘅貿易咧？還睇掂睇，我睇唔出咯。咁調翻轉頭，你話美國會唔會諗一啲方法去有一個新嘅買家去取代日本啦、取代英國啦、取代歐盟啦、取代中國啦，成為買美債嘅國家咧？嗰個係有，嗰個係咩咧？就係講緊比特幣啦，或者係啲虛擬貨幣啊，比特幣啊、以太幣啊。咁喺幣圈裏面咧，要去買賣呢一啲比特幣啊、以太幣嗰啲咧，就係需要用一啲叫做 U 仔啦。U 仔有2隻最多人用嘅啦，一隻係 USDT 啦，泰達幣啦，一隻咧就係 USDC Circle 出嘅貨幣啦。咁其實
加密貨幣尋日就一個突破，由比特幣6萬幾蚊咧，就上翻上去7萬蚊。咁除此之外咧 ，Circle 咧亦都係上升。Circle 就係發行USDC 嘅母公司。咁你講緊呢一個USDT 同埋 USDC 最大嘅分別咧 ，USDT 咧就係去中心化啦。就一間私人嘅公司就話我有會計師走去審核咗我啦，我就1對1嘅，我有1蚊美金咧先至發行1蚊嘅泰達幣。USDC 咧就話唔係啦，我係國家機構認可監管嘅 Circle， 我就係中心化嘅，我就1美金就發行1美金嘅 USDC， 一個咧就向左走，一個向右走。咁喺早年幾前嘅報告裏面已經係講啦，去到2030年打後咧，全世界最大買美元嘅地方咧就唔係國家嚟嘅，就係喺呢一啲叫做穩定幣，佢會係超越日本、超越英國、超越中國，成為最大嘅買家。呢一個咧就係佢嗰個叫做佈局啦。咁呢一個咧就係佢嘅想法。咁大行嘅預測就係話2030年美元穩定幣嘅規模咧就會係去到16000億到2萬億美金，每一年嘅複合增長咧就係40%去到50%。咁即係話係將全球對數碼美元嘅需求咧就變成係轉化咗做美債嘅需求，因為你發行呢一啲叫做U 仔，咁我要去儲呢啲美金，咁我儲呢啲美金，喂，我收咗現錢，我買乜嘢最划算咧？就係將佢買美國嘅債券，我有利息收，我呢個係最划算噶嘛。咁呢個咪就係佢嗰個套路咯。美國嘅金融，大家唔好低估佢嗰個叫做能力咯。佢哋有佢哋一套套路咧，就係俾佢嗰個玩法。即係始終成個世界嗰個金融制度啊，嗰個叫做貨幣嘅控制啊，商品嘅控制啊，咁其實都係美國，唔係我自己話走去去煲美國，即係去誇讚美國。咁的而且確係全世界最大嘅金融投行啊，講緊你高敏啊、摩根 Stanley 啊、摩根大通啊、Citadel 啊、Jane Street 啊、量化嗰啲全部最大嘅都喺美國，保險公司全部最大嘅又係喺美國。咁呢度睇到佢係一個不爭嘅事實咯。咁現在佢哋玩啲叫做財技啦，即係包括最近話玩緊一個5000億美金嘅叫做資金池啦，即係講緊黃仁勳嘅 Nvidia 同一啲大行做咗個資金池，係借錢俾一啲 hyperscaler 去買佢嘅晶片，又係一個好完美嘅佈局。你就知道佢唔係你想象中咁簡單咯。即係世界上一定係有人係去做莊。咁美國自從喺上一個世紀啦，打完第2次世界大戰，取代咗英國成為全世界嘅揸莊人嘅時候咧，咁暫時喺金融個板塊裏面咧，係冇人能夠挑戰得到佢。你話喺嗰個製造業實質嘅產業，中國係挑戰到美國喺部分嘅實際嘅產業係挑戰到，有啲係過頭添。但係金融呢個板塊咧，我諗仲係爭緊2班咯。即係可能一個係大學生
中國咧仲係一個小學生，你要佢越級挑戰咧，暫時都未係一個時機咯。咁今日想講嘅咧就咁多啦，有咩可以留言大家傾一傾嘅，拜拜。